嗱，香港人生活真係好緊張噶，學生咧成日都要溫書應付考試，打工仔嘅又要 OT 捱夜。無論你係翻工或者翻學，都硬係覺得好攰噶。每一日都咁攰，點樣迎接新嘅工作呢？嗱，唔使擔心噃，食翻樽咧有助你舒緩精神疲倦嘅蟲草雞精啦。觀燕盞嘅養生會蟲草雞精含有豐富嘅蛋白質分子同埋氨基酸，幫助大腦製造腦神經傳遞嘅物質多巴胺，有助你提升記憶力同埋集中力噶噃。而且佢加入咗被譽為補藥之王嘅野生冬蟲夏草，營養方面特別豐富，可以滋潤肺部，刺激細胞增生，補氣之餘亦都強化免疫系統，好適合用神過度或者體質比較弱，需要補充元氣嘅都市人食用。呢一款即食補品，味道就好似屋企燉嘅雞湯咁樣。既然讀書咁辛苦，又要趕 proposal 咁攰嘅話，不妨上嚟 HKTV Mall 觀燕盞呢一度買翻盒養生會蟲草雞精翻去補一補佢啦。